美國總統奧巴馬批評部分美國政界人士反對接納敘利亞難民，指出佢哋嘅講法違背咗美國嘅價值觀，並且可能成為伊斯蘭國激進組織嘅招募工具。巴黎恐怖襲擊案發生之後，部分美國共和黨政界人士要求停止所有敘利亞難民嘅安置工作，或者只係准許信仰基督教嘅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。佢哋認為呢啲措施將會防止敘利亞恐怖分子喺美國發動類似嘅襲擊。奧巴馬星期三喺馬尼拉舉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對記者話，如果喺面對恐怖襲擊嘅時候表現出恐慌，對自己不利。美國共和黨議員要求停止實施喺美國國內安置1萬名敘利亞難民嘅計劃。